今日呢係我女中考，咁啊影咗張相，我真係從來冇影過咁靚嘅一張相，啱啱好所有嘅學生過咗斑馬線，剩低佢一個，成張照片就好似為咗同佢拍個獨寫一樣，因為平時呢點樣影呢都好多人嘅，而我個女呢一下就衝咗過去，好難捕捉鏡頭，但係呢次唔同，成張圖片得我女一個，靜靜地企喺度望住前面，就好似喺度等緊即將來臨嘅挑戰考試，而且啱啱落完雨，啲陽光好舒服，非常之有動力。希望個女好好咁樣去考呢場試，考出個好成績嚟，祝佢成功。我喺都會山莊訂定個無花果浸雞送黃鱔煲仔飯套餐，等佢考完試返嚟食，飲個無花果湯潤一潤，食個黃鱔煲仔飯補一補。你哋想食嘅話都可以嚟都會山莊㗎，但係記得提前預訂喎，分分鐘冇位㗎。